台语罗马字白话字基础班第11课变调音，用声调做练习。白话字的变调音，台语上大优美，也是甲华语的特色真大无共，就是有变调音的系统。总是变调音也是台语白话字文法上界复杂的部分。变调音是用伫讲甲读的时，字音会亲像音乐有悬有低，爱变调。变调音也有分做固定变调音甲特殊变调音两种。固定变调音是写变读，第一声变第七声，第五声变第七声，第七声变第三声，第三声变第二声，第四声甲第八声会互变。若是字尾是用虚来做表示，第四声会变做第二声，第八声变做第三声。固定变调音，第一，台语白话字每一个字音单独发音拢是本调音，也就是原音。每一个字也拢爱写做本调音。敢若讲甲读爱看位置，伫倒位的声音来变调变音。第二，既若有两个字音以上的诗句，最后一字毋免变音以外，其他的字音讲甲读拢爱改变调音，亲像电脑本调音电脑，变音是电脑。农业本调音农业，变调音是农业。花草本调音花草，变调音花草。食饭本调音食饭，变调音食饭。第三，既若一句话有三个以上的连结词，无论是四字、五字等等，除了最后一字毋免变音以外，其他每一个字音伫讲甲读拢爱改变伊的调音，亲像手机仔本调音手机仔，变调音手机仔。无线电本调音无线电，变调音无线电。枵鬼囡仔本调音枵鬼囡仔，变调音枵鬼囡仔。厝边头尾本调音厝边头尾，变调音厝边头尾。536本调音536，变调音536。蔡英文总统本调音蔡英文总统，变调音蔡英文总统。第八声变做第四声，若是字尾是虚
第八声讲甲读爱变做第三声，亲像肉体，本调音肉体，变调音肉体，落德，本调音落德，变调音落德，目睭，本调音目睭，变调音目睭，服务，本调音服务，变调音服务，族群，本调音族群，变调音族群，毒药，本调音毒药，变调音毒药，业主，本调音业主，变调音业主，局势，本调音局势，变调音局势，崛起，本调音崛起，变调音崛起，xuất科，本调音xuất科，变调音xuất科，律法，本调音律法，变调音律法，奪得，本调音夺得，变调音夺得，合意，本调音合意，变调音合意，乐谱，本调音乐谱，变调音乐谱，鸭仔，本调音鸭鸭，变调音鸭仔，协助，本调音协助，变调音协助，极力，本调音极力，变调音极力，历史，本调音历史，变调音历史，业绩，本调音业绩，变调音业绩，熟悉，本调音熟悉，变调音熟悉，属事，本调音属事，变调音属事，学问，本调音学问，变调音学问，目光，本调音目光，变调音目光，牧师，本调音牧师，变调音牧师，读者，本调音读者，变调音读者，欲望，本调音欲望，变调音欲望，实在，本调音实在，变调音实在，蜜芳，本调音蜜芳，变调音蜜芳，属地，本调音属地，变调音属地，砸到，本调音砸到，
变调音砸到。默想，本调音默想，变调音默想。节韵，本调音节韵，变调音节韵。业绩，本调音业绩，变调音业绩。日本，本调音日本，变调音日本。朴仔草，本调音朴仔草，变调音朴仔草。及时，本调音及时，变调音及时。写台文，讲台语，请继续打拼，努力。